歡迎嚟到共享之家龍城店，一間為長者提供安心、舒適同專業照顧嘅護理營養老院。於2025年10月1日成為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認可服務機構，位於深圳市龍崗區中心大雲片區。呢度生活便利，周邊有萬科廣場、大雲天地、山姆等大型商超，滿足長者日常生活所需。經由羅湖蓮塘口岸到共享之家龍城店，大概35分鐘車程，方便香港家屬探訪同長者返港。喺醫療方面，龍城店周邊有多間3甲醫院，深圳市龍崗區人民醫院、北京中醫藥大學深圳醫院、深圳龍城醫院，全部都設有綠色就醫通道，確保長者就醫更加方便快捷。龍城店設有3層建築，總面積4145平方米，一樓包括康復中心、醫務室、多功能活動區。2、3樓係長者居住區，頂層天台設有園藝治療區。我哋設有100張床位，有單人房、雙人房。院內環境整潔，空間寬敞，配套設施齊全。龍城店擁有一支經驗豐富、專業可靠嘅照護團隊，特別重視康復治療同長者活動，擅長為中風同阿爾茲海默症長者提供針對性服務。嚟到呢度揀到各方面照顧得非常好，呢個地方伙食辦得非常好，所以我哋喺度住咗1年多，揀到日子過得好快啊！快活不知日子過，溫暖而家勝過家過。飲食方面，龍城店每日為長者提供均衡營養，符合長者口味同健康需要。除咗院舍內設有茶室，方便長者同朋友一齊品茶，我哋仲同周邊嘅茶樓合作，讓長者可以在院內飲茶，體驗廣東獨特嘅茶樓文化。多年嚟，龍城店榮獲多項專業認可，呢啲榮譽代表住我哋嘅專業水平同服務承諾。共享之家龍城店致力成為香港長者喺深圳嘅溫暖家園。我哋相信優質嘅生活唔只係硬件配套，更加係源自每一份真誠嘅關懷同尊重。歡迎香港嘅長者同家屬嚟到共享之家，體驗家一般嘅感覺。